因竟然为着要都更案3读通过，计划要甲秘书长处理掉。世间哪有人遐尼粗残的？完全无甲人命当作是回事啊！做出什么更较厉害讲的代志出来？你即嘛是咧威胁我是吗？杰明，用人不疑义人，给他随礼。我请来。 叫小金哥，阮之前几若遍想要找江国峰合作，不过伊拍死就是唔肯，而且伊的态度自头至尾拢打到总的。啊是安怎即马哪想用答应合作？啊恁到底是用什么方式甲因说服的？我无说服伊，是阮长着，所以不得不跟我合作。 代志经过就是安尼。原来你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说服江国峰甲你合作。啊是讲为什么要让江国峰转做稳定这人，直接甲安检迄个罪证全部压下出来？安尼地当直接甲安检迄抓去关啊！要抓黄建伟迄个老狐狸，根本无遮尼简单。进前伊去上海，提早顶了有迄15亿。我其实一直暗中伫身躯边监视伊的行动。伊摕到15亿以后，伊无转来台湾，伊颠倒是走去澳门。 我要继续地的时阵，有人甲我阻挡，我才缀无去啊。后来我才知影，伊去澳门是为了洗钱。想袂到安检会的动作这尔紧。唔对，这安检会非常干巧。咱的手头若无直接会当甲伊基处摕起来证据，我看要对付伊是真困难。若要定伊的罪，就搁较免讲啊。所以哦，咱一定爱好好计划才会。 无毋对，阮即摆已经设好一个局，当然，咱要用一个你去钓洪建辉，还甲方立祥，这个叫做引军入瓮。即届我一定要将伊所有不法所得全部吐回来，还佫有，甲方立祥为本家所骗来所有财产，叫伊拢吐出来。水啊，姐，也是你较厉害啊！ 黄义成，讲话安尼无大无小，算起来我是你的姑丈哦，讲话较站站的啊。哦，对啊，对吼，我拢袂记啊呢。这后即马是姑丈啊呢，医生，唔紧叫姑丈来听看卖，看好听无？啊，对，建明，你拄甲提示着，到即马为止，我毋捌听过黄义成叫我一声姑丈咧。 叫一声来听看卖啊！我听我感觉安怎？姑丈，听个感觉袂歹，乖。咱是毋是应该甲配水了？是。王立祥，你讲了够开未？是已经，你是不是要讲死伊死，伊是死啊？我等你搁讲一遍。方立祥，天公听好人，只要心存善念，就算哦，搁较大的劫数，嘛会当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黄义成啊，阮伫遮超代志无你的地带啦，你伫遐画什么烧啊？你头壳准备莫来烧啦，落惨嘞！这是设你的场呢。报退选，伊会继续互咱爱护、栽培、支持。今日要入法律。
这歹模样呢。方立祥，我你即摆想要白讲啥？